好，按即摆2点吼，即摆今仔欢迎大家来参加咱大乐会的线顶活动。好，因为咱旧年甲今年拢是因为肺炎的关系，所以咱有实体的活动吼，变做线顶，才有一寡北中南甲海内外的朋友来参加。咱今仔伫线顶的朋友吼，咱今仔要请即个台东大学的学兼教授来甲咱讲，走向语言复振的台湾语言教育政策。要安怎叫醒即个母语优先的台湾本土语言政策？我先小解一下我家己吼，我是奕心，洪奕心吼，大乐会的第11届的秘书长。咱大乐会吼，是啥物单位咧创啥物会吼？台湾罗马字协会伫2001年成立，到今已经有20年啊吼。咱的宗旨就是以白话字做建国的基础。入捌台湾的本土文化，咱逐年拢有办的活动，就是228个台语诗歌节，吼，咱要来写念咱的台湾的情景，5月份的即个白话字的历史，甲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世界文化营、高中营、甲囡仔营，甚至就是即边的台湾学，阁有一寡社会运动等等。因为即个肺炎，所以咱在这山顶有足侪朋友嘛是因为山顶的关系，咱才连结来熟悉。迄个学兼教授，好，来先请理事长讲话。我是张福慈吼，我是台湾罗马字协会理事长。咱即马在讲台湾学吼，台湾学是啥物吼？但先我爱问大家讲台湾是啥物吼？我相信大部分人听到台湾，拢会想讲番薯，番薯毋惊落土烂，只求基晓地地摊。安尼基本地无啥物毋对，但是无够，欠足济足济。咱较正确的讲法应该是，咱是海洋的民族，咱台湾是海翁，海翁伫海底是老大的，别人看到咱爱闪边啊。咱讲咱是老大，咱毋是黑白讲的哦。你敢知影即摆中国肺炎救命上要紧的物件是啥物？就是迄个喙痈。喙痈，N95喙痈是台湾人发明的，我想足侪人拢毋知。台湾人伫医学、伫科学、伫足侪所在拢足出名，但是台湾人因为台湾受的教育，若毋是日本教育，就是中华民国的中国教育，颠倒无台湾教育，所以台湾人毋捌家己，这是足恐怖的代志。咱台湾学就是要来讲台湾所有的物件，包含军事、科技、经济、文化、语言等等，拢要讲。最近的重点是在讲即个政府在讲双语国家，双语国家对咱来讲，对咱台湾人来讲，应该是英语加上咱的母语才对，毋是英语加华语。即马大部分的人因为去用殖民统治读课，已经毋是家己的啊，拢认为讲台湾用华语就真好。台湾用华语若真好，太无爱规矩台湾用英语就好啊，啥物拢莫用。所以咱爱有家己的想法，爱有家己的文化吼。所以双语教育、双语国家即个名词是有观念是无啥对。若一定要讲双语国家，安尼就是爱母语加英语才对，毋是即马讲的母语加华语。时间的关系，我无想要加讲吼，所以咱即马就请张学谦教授。是台语文的先辈吼，东华大学的教授来甲咱讲，母语复振的教育政策是安怎吼？感谢学谦教授，感谢福慈理事长吼，甲奕心吼伊安排吼，真荣幸会当来讲即场吼，台湾学内底吼，我想同无互注意的可能是语言啦，因为咱拢爱讲台湾文化。但是台湾语言拢袂记哩，吼，这为民进党的政策吼，较早福慈理事长咧讲即个双语国家的内底，咱即个国家语言无存在即件代志，这是对台湾人真大的侮辱，吼。我想不管是英语啊、加母语啊啥吼，其实伫咧伊的
真清楚，就是中国话甲英语，吼，所以讲英语甲母语是咱讲较歹听一厢情愿的看法，吼。啊，我看到讲台湾文化、台湾主体，即内底台湾语言无互重视，吼，主要两个咧主动。第一个主动的，就是过去甲今继续咧进行的独尊华语的单语政策。另外一个过来会出现愈来愈严重的，就是独尊英语的外语政策。吼，这两个算起来拢算外语。北京语你讲要算台湾语言，迄会当参详，吼。但是英语是绝对是外语，吼。啊，即个外语的定义，吼，真简单啦，吼。你伫咱本土无讲即个语言的社群，吼，社团，吼，迄个外语。英语做外语，台湾是第三站的，就是英语圈的外圈，内圈就是英国、美国迄种，因本来就是 native speaker 的所在，吼。啊，过来较往外口去互伊实名过的人，较外口是无互伊实名，但是精神上、意识上、价值观顶面拢受影响，吼的即个社会。吼，啊，台湾、韩国、日本，吼，加减拢有即个状况。英语热，吼，发烧，吼，啊，烧到头壳痛，吼，特别韩国伊前阵仔因咧学校有4个大学生自杀，包括一个教授自杀。吼，啊，因听讲是因为伊个英语政策迄压力真大啦，吼。伊咧讲爱100%用英语上课，吼。包括教外语吼，嘛用英语来教，吼，啊体育课啥有诶无拢用英语啦，吼，啊，所以伫即个部分，就是讲，不管是伊即马民进党咧讲诶中英双语国家即两个双语吼，其实对台湾来讲拢算外语啦，吼，啊，台湾语言伫倒位即件代志吼，就是民进党爱去回答诶问题。吼，伊虽然透过国家语言发展法，甲咱的台湾语言尊称做国家语言，但是国家语言并毋是官方语言，吼。啊，搁再讲，伊伫伊个国家的想象内底，伊讲2030年，伊即个双语国家是中英双语国家。当然，伊咧推广的时阵，你看到的主要是英语。你会当去看伊个政策，伊打算要开100亿，啊，即马要设一个叫做双语中心，吼，啊，积极咧杀，啊，即个背景你会当比较讲吼，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的讲，爱成立一个国家语言政策中心即件代志，去互苏贞昌退回，但是英语的即个双语中心。因即马积极咧杀，而且迄个董事吼是会当互外国人来担任的，吼。所以就即个观点来看吼，就是讲咱台湾语言要出头天吼，都要两个石头弄伫遐啦。啊，过去的独尊华语，啊，现代的独尊英语，吼。当然，伊即个部分，你会当想象讲英语加母语迄个讲法。其实事实上，伊是较像新加坡吼。李光耀要选举的时阵吼，伊袂晓讲福建话，伊紧去学，紧去讲，紧用福建话去邮票。调了，伊慢慢啊脱离所谓的方言吼，讲爱提倡华语，吼啊，积极咧杀华语运动，吼，讲华语运动。刷落来，华语甲地方的语言脱掉了后，伊讲英语才是重要，英语才是重要。所以下一步就是脱离华语，变入去英语。
你若用即个发展来看吼，来想咱台湾的状况，不管是华语还是英语，伊拢是以牺牲咱的台湾语言、本土语言做代价。就是讲，伫伊的心目中吼，本土语言是笨拙、无路用啊、无价值的即个物件。吼，华语、英语才是资源，这是伊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李光耀伊过去咧杀华语、咧杀英语，就是即款心态。咱的母语都无路用，吼所以伊即个杀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推散啦，吼。好讲倒转来我的主题，我较早是因为即个理事长有讲遐，我简单做一个回应。我要讲的即个语言复振的台湾语言教育政策其实是一个足卑微的讲法，就是讲咱伫官方的语言内底虽然国家语言发展法有讲你会当正做教学语言但是即个部分是毋是过10冬了，有几趴的国小、国中、高中是用母语来教做教学语言，这是挺好来检验的。总是你会当看讲英语的部分，伊是按算命仔送做一个比较，你就知影大细汉差真济要杀英语，可能伊的动机就是讲要国际化但是对咱来讲特别是国小、国中、高中的教育，这母语的地位伫倒位包括大学嘛是安尼。所以我昨参加一个研讨会我问一个问题啦，我讲若无国家语言发展法敢有台语文学？敢有课堂中的台语教学？我会安尼问是我2005年捌指导一个学习高中的老师去写高中的这个台语读写的教育。我讲迄变做讲是在你要做毋做，因为即个老师伊伫学校伊会当开即个课民进党嘛共款，伊要互母语变做文学语言无，变做考试的语言无，迄嘛在伊要做毋做。因为顶工毋知大家有注意洪丁教授伊传一个讲，伊去考迄个文化的迄个国文的考试，伊讲拢是中国文学的物件，无一条台湾文学。伊讲因的学生读的遐物件无法度去考试，意思是讲咱的语言是无路用的。你要升学就业，伊是无路用的，就算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为遮你会当看出讲咱的阻碍伫倒位我即篇写了较保守我就讲你若做一个老师你其实你有法度想办法去做一寡代志，互你的母语还是学生的母语伫课堂上出现好这是歹势好，我这个来讲我会先讲这个台湾语言流失的状况啦这个台湾语言无溃烂需要筛责任这是加油的意思啦有一条歌啦所以咱语言复兴就是筛责任就是爱加油，母语爱加油，互咱的母语得到活力，得到气力这个母语要加油需要做3方面的代志。一个就是提升母语的能力一个是开创伊使用的较合适的机会第三是学习甲使用的意愿这就 COD 啦
我讲有4个物件爱特别去加强的，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启发，这个爱有母语意识，特别是爱有母语优先的意识。所以我讲中英双语国家政策是无甲母语放伫眼中的政策。我主张的是讲咱是爱母语优先的，所以咱的双语国家是毋对的是，台湾本来就是个岛屿国家，你去甲 A 化变做双语国家，这个双语国家内底其实敢若咧推杀英语尔，你知影讲咱台湾人这个人口普查的结果是讲，每一个人会晓差不多分着1.75个语言啦，意思讲每一个人差不多拢会晓2种语言，伊10几种语言，为啥会变做双语？为啥物是一个中国话甲英语的国家？这是毋对的所在，好，所以我讲你要有一个母语意识，你母语意识就是咱较早讲的 COD 的 D 啦，你也有迄个意愿，有迄个动机，有迄个态度，你才会想讲母语重要，爱去教。我对较早甲即马拢咧讲，民进党其实无迄个母语意识，咱的家长可能嘛无迄个母语意识，但是有迄种选票的意识，伊就讲家长爱英语，咱就去办这英语的教育，这就是讲一个无母语意识的政党家长，伊就是会甲咱的母语带入去死亡的路。所以我讲真简单咱也有批判的意识的，毋是放水啦。我讲本来会晓2种语言的社会，你甲定一个外国语当做未来国家的语言、官方的语言，伊本地提出的就是一个英语做第2官方语言，英语毋是台语台语这个语言是台湾76.9%的台湾人伊的母语，全台湾有86%以上的台湾人会晓讲这个语言，伊无任何的官方地位。国家语言并毋是官方语言，伊实际上的官方语言就是华语，伊未来要推杀的第2官方语言是英语。台湾语言伫倒位？这占76.9%的语言地位伫倒位？你会当去遐想看觅，有原住民语言会，有客家委员会，这个占76.9%的语言的人，伊有啥物语言会咧甲推杀伊的语言？有啥物伊的语言发展法咧推杀伊的语言？无啦，这是我感觉讲严重的歧视啦。这个歧视伊的替代方案就甲韩国瑜共款。你会讲你母语伫厝里学就好啊，伫学校爱学有路用的语言。迄个有路用的语言，除了华语以外，即马佫加一个叫做英语。所以我即马咧讲的是讲，咱拄着的阻碍就是遮物件。咱的教育若无用母语优先来讲，咱的母语绝对会死。母语优先的多语言教育，就是我规个主张讲，咱要走向台湾语言复振、台湾语言复兴，伊需要的台湾语言教育政策。母语优先来推杀多语言，毋是讲甲中国话做主，毋是讲甲英语做主，这方面的政策的改变当然无简单。所以我这内底所讲的方法是较保守的方法。我讲国家若无路用，爱靠个人，爱靠个别的老师、个别的家长伫厝里发挥
伊做一个母语战士的角色，去启发伊的意识，去培养伊囡仔还是学生的母语能力，来做这甲母语保存落去、传落去，台湾语言是有法度伫国家考试内底有任何地位，这可能爱真久的代志。但是这个家长、这个老师，伫伊的厝、伫伊的家庭、学校，会当发挥影响的，就是真实的力量。要等政策的改变，你知影国家语言发展法等偌久无？2003年啦，等啊2018年还是19年遮要等15冬、16冬啦。人生无遐济冬通好等，所以我感觉讲要有地位，要有路用，这物件是有影真等的，所以我的主张讲好学校、家庭、社区爱发挥的作用，爱去教囡仔，培养伊的母语的能力。这学校、社区、家庭这个结合就是咱咧主张的啦。因为即马你学校教母语其实出去等于厝也无咧讲，伫社区嘛无咧讲，咱哪知？你著问讲，囡仔因兄弟姊妹中间有咧讲母语的有偌济？国小国中10几%尔啦，10几%尔。母语的世代传承的状况安怎？我10当前我走去地上去问即个国小的学生讲因兜同接讲的语言，第一语言是啥？不管啥物族群伊拢讲是华语，拢超90%。你若甲即个厝里讲华语的当做所有的国语家庭你看地上90%的家庭拢举一个白旗写一个国语家庭，迄个状况有可能伫台湾嘛是类似啦，这就是咱即马拄着的状况所以即个家庭的世代传承是咱即马爱去要伊的讲这是咱家长会当控制的所在，学校、家庭、社区这我感觉是重点所以伫华语、英语咧做大水的时阵，咧烧的时阵台湾语言敢若抵抗才会当生存。即款抵抗毋是无迄个机关枪通举啦。咱敢若得过斗菜刀甲伊猛拉甲伊拼这就是我基本的论点甲咱讲了好，就是讲独尊华语会晓华语失去母语，对咱台湾人的语言教育经验啦，减少式的啦咱今仔咧讲的语言政策是要追求一个添加式的、增加式的，对会晓母语的状况之下，再来有第二语言、第三语言这需要对抗即个华语的霸权。若较多讲中英双语国家所以国家一个英语的霸权我讲你不管介意英语无介意英语母语是上重要。所以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讲母语优先啦你看咱台湾语言消散落吧，拢是排骨堆。这华语袂输是食后路肥的，食甲肥足足迄个资源分配无公平，是足明显的。包括你看英语，都无啥物法律甲支持，伊要100亿来推送。台语都有国家语言发展法甲算在内，伊到底是得到偌济亿的资源，敢有一来一去？我看真困难。同无原住民客家委员会，哪有固定的预算，甲伊的语言发展法咧支持？
咱靠这国家语言发展法啊，到底伫教育上，伫各方面的即个使用甲推广，会当去算看觅有偌济得到偌济资源。吼，咱甲原住民语、客家语比是较无需要。吼，我想弱势语言有甲支持是应该啦。吼，总是甲英语比、甲华语比是有需要的，因为咱的人济，咱的人济甲讲，你会感觉讲为什么伊毋是官方语言？76.9%是偌济人？你100个内底有70几个，应该讲80几个是讲即个语言，因为其他的族群嘛会来学咱的语言。即个语言无地位吼，就是伊无受尊重。讲即个语言的人无受尊重，嘿，伊互低估，吼，低估甲讲伊应该渐渐安尼接受伊为过去甲现代，就算你民进党讲啥物本土政党，你嘛渐渐接受即款互看无的即个地位，吼，伊迄个人口的比例的势力看袂出来，吼，啊，即个你即马看到是最近即个人口普查咧做的调查嘛，吼，啊，郑秀平伊问2个问题啦，吼，一个是主要使用的语言，啊，一个次要使用的语言。郑秀平你看到的是主要使用的，所有的国语是66.37%，台语是31.73%，我1/3，吼，啊，你若主要加上次要，华语是90几%，啊，台语是80几%，吼，啊，杜秀平即个是使用者年纪的即个统计表啦，吼，即个即即毋知啥物色吼，看无啥好，类似黄色啦吼，甲蓝色吼，这黄色的这是台语啦，吼，啊蓝色这是华语，吼，你看愈济岁愈敖讲，啊，甲即个足细汉囡仔遮吼，伊非常的低，吼，伊非常的低，吼，啊，阮进前去做国小、国中的状况，大概父母吼，不管啥物族群吼，拢是8成9成会晓讲台语、听台语。因的囡仔5成会晓讲，6成会晓听，吼。啊，即个流失的状况，最近何信良教授因做一个调查吼，个结果嘛有出来，啊，真清楚吼，就是母语咧流失，这是100%吼。你若看你隔壁的囡仔，你家己的孙仔、家己的囡仔，台语会晓讲无？吼，有咧讲无？吼，拢是真大的问题，吼。啊，所以即个部分就是咱教育的失败，吼。咱教育的失败，毋若伫学校失败，因为过去咱校并无咧教咱的母语，咱会晓讲，完全是因为家庭咧教，家庭咧讲，吼。所以咱即马有几个失败，吼，家庭也失败，学校嘛失败，啊，政府嘛失败。啊，败到尾啊，咱的母语就败去就死啊，吼，即个状况，你要看语言的活力，吼，联合国有一个指标啦，吼，伊有9个评估的因素，每一个因素分6个等级，吼，0是上歹，5是上赞的，5是安全就对啦，吼。啊，即个状况你会当看，伊这9个指标是啥，吼？第一个是上重要，就是家庭的语言的世代传承，就是你的囡仔、你的孙仔会晓讲母语无即件代志。第二个是语言的使用人口，台语的语言使用人口绝对是安全的，迄几千万人读
算济啊，算济啊，伊欠的是种这少年一辈袂晓讲这个部分。第三讲社群讲母语的状况比例，这是啦第四讲语言使用的场合甲功能，简单讲啦因为伊毋是官方语言，所以伊伫足侪正式的场合特别是中央较高阶的即个政府机关，伊无地位。最近立委用台语去质询，搁去互部长呛声，笑死人！全世界较有迄款部长甲民意代表呛声的，但是你真明显会当看出来，这毋是啥物阴谋论啊！伊这呛声来了，伊就随甲即个物件取消，你会当看出来讲，咧反应是真紧，对咧打压咱的母语，惊台语伤过浅，毋知去损害着啥物人的利益，我毋知啦但是看会出来讲，即个政府无望台语出头，伊若望台语出头，伊会当做的代志真济。包括咱较早讲高考的国文考试，你嘛甲台湾文学藏起哩，你嘛甲台语文学互选考，大学联考、国中、高中的考试，这个选择要做到非常的简单。有的国家，伊的学生都无100个咧，伊嘛讲你会当来选你要考的母语。即马翻译遮尔进步。台湾人讲台语会遮尔济，公务人员伊袂晓台语，敢会当做公务人员？但是伊去遐考英语的，伊去遐考伊的英检，我来讲这叫做啥？这叫做锦上添花啦，颠倒即个台语遮尔无受注重需要帮助伊煞无咧管。好，所以你会当看出讲，对这台语还是多种语言的3种态度。对国防部长反对台语质询，你会当看出伊甲多种语言当做一个问题。所以延续的就是款消灭这种语言的做法，独尊华语。若讲你甲资源，你就会疼惜保守母语的发展，我较早讲双语国家毋对，因为台湾是多语国家。若外语来讲，嘛毋是甲英语尔，台湾咧讲南向政策，南向的国家有偌济款的语言，台湾所有的外文系8成9成以上用英语做主。为什么爱语言多样性？你去南向国家要做生意，你拢用英语甲伊吐，迄绝对无够，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台湾甲语言当做一个问题，伊所产生的糟蹋资源的这个做法，嘛无去开发资源。因为你的多种外语的能力，你就会当去世界走透透。你去越南讲越南语，像魏文教授，伊越南语就足好，伊就会遐甲各大学建立关系。即款语言的能力真重要啊！但是咱台湾有偌济学校咧培养。澳洲伫1987年做一个澳洲的国家语言政策，内底甲亚洲语言当做一个推崇的重点，因为伊要甲遮个国家做生意，包括越南语、日语、韩语等等的亚洲的语言。台湾讲要南向政策，伊设一个独尊英语的双语国家政策，你就会看出来讲，这
爱选票，但是无咧思考国家的语言资源要哪发展，才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过来就是讲，把语言多样性当作权利，当作权利意思就是讲，甲当作人权。啊，人权的意思就是平平是人，拢会当享有的权利。所以伊会追求讲有一个平等的尊严。把英语、中国话当作双语国家，意思是讲伊是官方语言，但是本国的国家语言无互当作官方语言。你若讲少数语言，我感觉讲合理啦，还佫会使。但是我一直咧讲76.9%这人，你才会当甲当作无看。因的权利、因的地位、尊严伫倒位？这就是麻烦的所在。你为这三种态度，你会当看出讲国家学校，甲安怎看待语言多样性。好，咱讲母语的重要有人安尼形容，伊讲咱的母语亲像美伫雷亚克的珍珠啦，雷亚克亲像有母语的人，咱的母语若互抢去就若珍珠无去共款，咱人就亲像一粒内底空空的蚵仔壳，这是一个外国诗人写的我想台湾语言可能无偌久就变做安尼啦变一个雷仔壳咱的珍珠去互抢去安尼嘛讨袂转来好，这母语为什么破病敢有救？我较早讲咱家庭有失败啦母语无传落去，学校无教，最近虽然有咧教但是是伫咧摆一节课啦社会无咧用，社会无咧用，主要是公家机关啦这公家机关都伊都考中国文学台湾话袂晓讲就袂要紧。就英语鉴定，英语有一个水准，才有法度加薪安怎但是台湾语言改成无啥路用好，所以咱较早一直咧讲着，咱的语言流失是减少式的学会晓华语袂记咱的母语但这内底就老师也是家长来讲是会当想一个问题啦就是当囡仔学华语的时阵谁啊甲为什么着爱放弃伊的母语，造成母语无去？这当中牵涉到什么因素？学校甲家庭伫这个母语流失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当然，一只你爱看到这个国家语言政策，包括传播媒体的政策是什么款？然后安怎去影响到这个家庭甲学校好，所以不管咱伫家庭咱要去做咱的母语厝，还是母语的学校，还是母语的社会，台语的家庭、台语的社区、台语的学校，拄到就是咱较早讲的 COD 的问题咱需要培养这个母语能力提升咱的母语能力，这包括读写爱提升咱的母语意识，爱去除偏见，提升意愿甲动机嘛爱创造母语的环境这个欠缺母语使用空间特别是学校那是真大的问题这个物件拢袂自动改善伊就需要规划甲实践才有法度达成所以咱较早甲大一直咧讲 COD COD 就是能力、机会甲意愿咱就爱提升咱的语言能力搁爱创造甲奖赏咱的语言使用的机会，以及提升咱语言使用的意愿这就是讲，其实这套你毋是学咱台语尔，
你有各种语言拢需要这3项物件，你要有提升能力，哦，开创机会，提升意愿，哦，好。我家己咧想是讲，咱检讨政府以外，哦，其实家长、学校、教师拢需要家己去检讨啦，哦。你要讲咱的母语是一台巴士吼，啊，即台巴士是送咧驶，送坐伫前排，送坐伫后排，啊，你的学生坐伫倒位，啊，你的厝里的人坐伫倒位，哦，你安怎去安排伊的语言的使用？咱头仔讲的 COD 拢是重点，哦，你要提升伊的能力，开创使用的机会，提升伊使用的意愿，哦，所以我讲到遮，其实我讲的毋是讲甲政府的责任的，我讲的是每一个人拢是一个会当做语言政策、会当实施规划母语政策的人，哦，好啊。我开始讲的，我拢是较重视家庭的状况，吼，家庭的母语的世代传承。我咧讲，毋是讲吼母语伫厝里学就好了，吼，我是讲母语伫厝的传承真重要，吼，啊，袂使干那靠学校的母语教育，吼，学校毋若教母语，是爱甲母语当做一个教学语言，吼。好，所以伫这内底，咱即马咧做的工课拢是补破网啊，吼，咱家庭的语言流失去，爱甲补起来，吼，啊，这家长就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吼。但我头仔讲过，咱母语的状况，其实爸母会晓讲的真济。我头仔讲的8成9成会晓讲，迄是无分族群的，无分族群。会晓讲台语的爸母，就是8成9成，伊欠缺的是讲安怎甲这母语传互这后一代，吼。好，啊，要复兴吼，其实真简单啦，啊，咱就俗语讲无路整，袂修成，吼。所以咱教囡仔同好的方法，就是一出世。咱甲抱起来，咱甲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咱的母语，吼，啊，这就是咱阿公阿嬷吼，啊，包括你甲我吼，大部分的人拢是安尼学遐母语的。我相信无一个人是伫学校学遐母语的，足少啦，吼，足少，吼。但咱阿公阿嬷迄代吼，也是爸母迄代，可能有经历过母语互处罚、互轻视。伫咧学校、媒体、社会拢互轻视的状况，哦，所以咱无要传，哦，啊，这就是麻烦的所在，好，但是安尼咱失去啥物货咧？哦，我想会晓双语吼，有真大的好处。咱较早有讲过吼，台湾人平均会晓2种语言，啊，通常是母语加华语，哦，啊个福州即个理事长咧讲吼，伊感觉同好是母语加英语，这嘛是一个办法吼。啊，总是真困难，真困难，迄是袂歹的理想，但是真困难。吼，啊，同主要就是讲吼，讲英语的人无够济，甲达到咱头仔讲遐个 COD 去完成。你去培养能力，你爱去学啊，吼。啊，伊的英语的节数比母语较济无毋对，但是也是无够，吼。啊，学会晓要甲啥人讲，使用的机会伫倒位，伊敢若赢一点，就是迄动机介强。因为英语伊当做一个国际化的象征，伊真受尊重，感觉这是有经济价值、有社会地位的语言，所以伊有吸引人，吼。但是通常会造成讲，你若互伊拣吼，你要爱母语也要爱英语，戆人就会讲要爱英语，
较巧的人就讲，阮两项拢要爱。吼，这牵涉的就是讲双语的好处吼。咱虽然平均拢两种语言，但是咱慢慢咧放掉咱的母语，就是即个传播媒体教育啊，政府的政策伊甲讲英语赞啦，英语赞啦，华语嘛赞啦，有录用啦，美化矮化咱的母语，这就是英语甲中国话对咱母语的伤害。吼，但是你会晓两种语言有啥物好处？你会晓讲双语的囡仔较巧，人际关系嘛较好，身体甲心理拢较健康，嘛较好找头路，头壳嘛较灵活，较有创新的能力，佫较有多元文化的意识，等等的好处。其实加拿大、澳洲拢有调查这原住民社区会晓讲母语的社区，甲比较袂晓讲母语的社区，因发觉讲自杀、糖尿病、酗酒等等的毒瘾、吸毒各种状况，较侪拢发生伫袂晓讲母语的社区。会晓讲母语的社区，身体、心理拢较健康。这内底包括足侪双语的研究咧讲，你若会晓两种语言你较袂着失智症等等，还是较晚发作就是讲双语其实有足侪好处。咱已经是双语，只是慢慢咧流失咱母语即块即块流失去无可能用英语来补的原因，就是你会当看讲咱学英语学几十年咱英语也是无遐好势当然，若换美国人来实名咱台湾人，我嘛甲你保证50年咱嘛是写叫虽然迄写叫的英语可能甲 Singlish 要共就是讲共款是互看袂起的英语啦，因为有台语腔啦所以这就是夏威夷伊即个迄阵想讲美国人来紧来学英语安尼靠英语会当发展因的族群。我话因的英语是互当作 Pidgin Creole 互看袂起，但是佫牺牲家己的母语所以我看这有几个状况会当大家去想看卖就是讲毋免笑想中国话，毋免笑想英语，讲会当互咱台湾人的语言文化佫活再生迄拢毋是咱的重点。咱较要义的是讲，咱的母语伫倒位，伫咧教育体制内底伊存在到啥物程度，其实是无存在较济啦所以我昨迄个研讨会，我问一个问题，我可能我有讲过，我讲若无法律规定，咱敢就袂当教我讲家庭、社区、学校，咱迄个自发性，讲我是台湾人，我要教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学，迄个物件就算政府咧禁止，咱嘛是咧教咧讲即摆无禁止，甚至可能鼓励咱欠的啥物货？你会当去想咱脚踏讲的 COD 咱欠啥？咱欠迄意愿欠迄个意识的启发，欠迄个批判的意识，欠迄个家己当作是一个人，有迄个语言使用教育的权利，迄个意识甲别人的语言文化当作比咱较重要迄个路在的心态甲态度，安尼母语就去啊好，所以传承母语其实是上紧变做双语人才。我简单讲你要双语国家母语扛袂着双语双语国家就完成啊。甚至是毋若双语是多语国家就完成啊，根本无需要英语。中国话无爱嘛是佫是多语所以咱爱追求的
是顾母语的双语发展。但民进党的中英双语国家政策，毋是顾母语的政策，伊是甲咱母语排除伫这国家的想象的政策。我一直讲母语是双语发展的基础，母语放离对囡仔的双语发展有真歹的影响。迄影响其实是心理上甲自信、自尊这件代志。台湾人的头失去语言文化，永远压袂起来。伊无迄个自尊，无迄个自信。所以咱咧讲咱的母语，就亲像大樟树仔的树根咱若甲顾好在其他的语言才会当得到好的发展，嘛才会当得到双语带来侪侪好处。所以我讲伫厝里开始教囡仔讲母语，自细汉也落母语的种子囡仔的大汉也感谢你，互伊母语的资产，互伊伫教育、头路、人际关系、身心健康等方面拢得到干那会晓华语的囡仔，搁较好的发展。好，所以我家己这3档其实咧推崇的是这个台语的家庭政策、家庭语言政策。真衰啦韩国瑜咧选总统的时阵说讲母语等于厝里学就好。虽然我主张母语厝里爱学爱传但我从来毋捌讲母语无应该伫校教。所以你也了解讲，咱咧追求的是啥物一个决定就咱较早一直咧讲的添加式的双语现象，不管国家还是家庭还是学校，伊的语言政策爱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哪挡势母语流失，互伊学第二语言的同时，伊阁会当保存伊的母语，变做双语的添加式的双语现象。这就是重点。台湾自古以来无靠官方咧培养咱的母语，即马迄个1.75的语言，迄完整的值就是华语。咱的母语是分0.75，慢慢咧流失，因为咱的教育体制、咱的家庭教育、咱的社会、政府的政策，拢是减少式的双语政策，减少到一个双语国家内底无本土语言，咱阁叫国家语言。好，所以咱的问题是要死也是要活啦。咱的母语是要死也要活。迄就是讲，你若自由放任你要讲惯台语，囡仔讲啥哪要紧？我讲你惯台语伊绝对袂讲咱的母语啦。就算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啊，学校老师、行政人员，伊对母语敢有遐尼重视？敢有足积极要去推广？我相信有，但是是少数。英语搁落来了后，我相信台语的课，遐个所谓的弹性时间会用去教英语，袂去教台语。为什么？因为伊符合大家感觉讲爱学有路用的语言，爱学经济语言、国际竞争的语言。咱的语言是无路用的，是无水准的。伊透过政策资源的分配，甲你讲这点。英语的100亿要偌济分互台语？英语的质素比台语较济，英语的补习班较多价，台语的补习班可能真少，特别咱也无要求认证。好，咱一直讲 COD 能力、机会、意愿咱这演讲你若会记哩，这个袂歹啦因为你要学语言你就需要这物件，你爱发展你的语言能力，就是爱学爱教你爱创造机会落去使用
咱台语欠的机会伫倒位？你也看电视传播媒体，你也看书面语的发展。咱较早咧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迄个等级，伊遮语言使用机会，咱无一项是5分满分的啦，无一项是安全的啦。就算讲你是占76.9%的人，你的行政单位的使用、传播媒体的使用、学校捌语教育的使用、教学语言等等的发展，拢袂互感觉讲这是一个有相当的人口、现代社会人应该有的地位、甲功能、甲尊严。所以，这个提升意愿的部分，咱就是需要提供伊有够业要使用学习传承伊语言的动机啦。啊，这最近我较早有讲过，丁宏鼎教授伊咧讲咱的高等教育的考试是中国文学，其实咱的大学考试嘛是安尼呢。你若注意去遐看，拢是文言文为主。你若讲提升意愿吼，咱若讲互学生通选考吼，啊，咱选考台语的拢100分吼，啊，读迄古文的拢50分吼，无偌久吼，大家拢来读台语啊，吼，啊，所以伊即个部分提升意愿吼，我讲其实咱台语有一个足大的利益，吼，就是讲伊甲中国迄个死人的文学吼，伊教拢古文啊，吼，讲你活人的文学来读吼，啊，互伊快乐。我相信有较侪人会来选考台语啦，吼，啊，这牵涉来讲，咱发展有当吸引伊了，会当提升因学习传承的意愿的即个教材。好，啊，我即马讲的吼，其实牵涉到的就是讲吼，一个国家伊是安怎复兴伊的语言的，吼。咱台语有诶咧约美菜吼，讲选美吼，选美啊，互你约一个国家吼，我听讲就是以色列吼，啊，这以色列伊这希伯来语诶复兴吼，就是我今仔咧讲，会当当做一个模范，讲你若要复兴你诶母语吼，会当行诶路线，啊，较注重4个层次诶即个发展吼。迄当然拢包括咱较早讲的 COD 啦，吼。好，啊，这希伯来语伊无当做口语使用吼，是2000外冬啦，吼。啊，伊19世纪末，以色列人犹太人吼，伊转去以色列要独立建国，因就拄着一个问题，伊要用啥物做因的官方语言、国家语言？迄阵啊，同流行的吼，绝对毋是希伯来语，因为迄个话2000外冬无人讲。虽然有当作书面的语言咧使用，宗教语言咧使用，但是无人伫日常生活用即个语言做交通的工具。迄阵啊，同流行的语言其实是Yiddish 吼，Yiddish，伊是普遍大家较会晓的语言，但是真清楚嘛，你要建立一个国家，你需要国家的尊严嘛。迄国家的尊严无法度对外语遐得着，所以我感觉讲，若台湾要建立一个英语的国家吼，我是感觉伊头壳歹去，吼。我讲台湾人的国家就是台湾人的语言咧做官方语言，除非台湾人互实名啊，吼，啊无可能用外语来做伊的官方语言。所以伫即个背景之下，其实伊爱去发展一个无咧使用的语言，互伊活起来，互伊变做一种使用的语言。好，啊，
这个时间吼，伊讲为19世纪末，甲恢复伊的活力，吼，其实伊敢若开20-30档尔，吼。啊，这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复兴的经验吼，其实伊有4个阶段。这4个阶段，你通看第一个，就是积极的态度，就是咱较早讲 COD 迄个 D 啦吼 ，desire 吼，就是伊的意愿、动机、态度，真强的母语意识。伊讲以色列人要独立建国，用咱的希伯来语来做官方语言，虽然辛苦，但是有价值，因为这会当证明讲，咱的族群真正佫复兴起来，咱的语言、咱的文化会当佫传落去。但是无人会晓讲啊，所以你有态度无效啊。啊，当然爱教，啊教就牵涉到第二个zan处，就是母语教育，吼。啊，这个母语教育较趣味的，就是讲，迄囡仔吼去校学话，等于教因父母啊，吼。啊，这个状况是安尼去教的，吼。好，当然这内底我有牵涉到，咱讲自细汉迄个幼稚园，就是浸水式的幼稚园，啊嘛包括伫国小希伯来语当做教学语言这件代志，吼。好，啊，咱离校教母语有一个大的麻烦，就是讲吼，伊虽然母语变做学校的语言，但是你行出去学校，伊就搁使用华语啊，所以母语变做教学的学校的语言，但是无变做生活的语言。要变做生活的语言，伊主要爱做这第3项，就是学校以外的扩充啊吼，扩充吼，伊需要伫家庭社区内底使用，伊需要伫同学之间、厝边隔壁之间使用，就是需要伫社区遐生团，吼。所以你会当看咧吼，为学校第2阶段的学校，进入到第3阶段的社区家庭，吼。当然，这个时阵因学的是甲伊当做第2语言咧学嘛，吼。什么时阵第2语言变做第1语言？会晓讲，甲希伯来语当做第2语言，会晓讲的这成年人吼，伊娶某生囝了后，囡仔出世开始用希伯来语甲讲，伊的囡仔就是讲希伯来语的做第1语言的世代。这个世代就是语言重新得到活力，重新得到生命的时阵，这个过程安尼，就是20档、25档、30档安尼，就是一个细汉囡仔成长啊，娶某生囝需要的时间，吼。安尼伊就完成伊的复兴，吼。好。啊，所以我对原住民语迄阵啊，我甲因讲原住民语要哪复兴吼，啊，台湾的语言其实要复兴拢是共款的道理啦，爱为心开始吼，就是咱讲的 COD 迄个意愿、迄个动机啦、迄个态度、迄个母语的忠诚、迄个母语的意识、迄个批判的意识，吼。啊，你有心了吼，你爱学，你学。会当伫学校内底学，会当伫社区学，但是较重要的是浸水式的母语教育。一礼拜一节课，迄种点滴一点一滴迄种教育，其实效果无大。吼，虽然比无较好啦，吼，啊，但是希伯来伊的教学就是浸水式的教育。学校以外爱入去社区家庭。吼，所以伊爱甲家庭社区连结。即个囡仔伫校学即个母语，等于教父母母语，甲伊的同事、甲伊的同学、甲因的厝边隔壁，拢讲希伯来语，安尼就家庭甲校结合啊。吼，啊，过来爱做的代志就是等于家庭，吼，就是家庭的母语的世代传承。我这3档做台语。等于厝的计划就是咧做这个，
吼、啊，当然我卡老一直讲吼，伊爱转去厝是爱达成伊的世代传承，对老爸老母吼、阿公阿嬷教伊的囡仔、教伊的孙仔继续讲母语即件代志。好，啊，这咱较早已经大概讲过啊，所以我会较紧讲者吼。啊，我今仔我看嘛莫讲伤久吼，因为大家的意见拢足宝贵的。我感觉政策吼足民主的，就是讲出来。哦，啊，我一个人讲吼，可能大家听了嘛会神啦吼，所以我尽量甲我要讲的主要的论点讲煞，啊，咱就当开放来讨论吼，看各位的意见是安怎。好，啊，这对心开始吼，其实即款强烈意识形态信念足重要。咱拄着的阻碍，就是迄个工具性的价值，就是讲有钱通赚才是重要。哦，经济才是重要啊，竞争才是重要。即款想法，迄款想法就会戆甲去问一个戆问题，讲要爱华语还是母语？啊，要爱英语还是母语？所以我讲问这个问题的戆，就是因为吼，啊，这两个你都拢会使爱啊。你就永远会当用添加式的方式去学你的第二语言，保存你的母语。啊，为啥你要放弃你的母语去学中国话、学英语？无需要。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咱需要去打破的 miss 吼。好，但这内底好扮演什么款的角色？这 Cummins 吼，伊讲囡仔的语言文化经验是伊学习的基础。好爱建立这个基础吼，毋是去迫害啊。但咱过去就是一直咧迫害咱的母语的基础，所以我定来咧讲，啊有的老师听了拢感觉真感冒吼。我讲吼，学校吼是母语的屠宰场吼，啊这老师吼拢是母语杀手吼。啊，我安尼讲哦，啊有人听了真袂欢喜，啊但是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吼，这是全世界的现象啊。啊，你也晓讲母语，啊去学校母语，啊母语学校毋是母语的屠宰场，无是啥？啊学校敢无老师伫遐？啊老师敢有鼓励囡仔讲母语？伊会禁止啊，伊会讲奇怪，伊若讲母语。所以我讲老师是母语的杀手，只要伊无鼓励英文学生讲伊的母语，伊就是母语的杀手。哦，啊，所以你会当看出来讲，咱学校若无正确的态度吼，咱的母语要传承就足困难，而且吼学校会继续变做是母语造成母语流失的主要机关。好，按这价值观吼，我先讲一个趣味的吼，我讲啊真无聊吼。你看正手边遐吼，迄就是马斯咧讲，倒手边是讲马斯咧讲咱的动机需求吼。伊讲同基本的，就是咱的生理的需求啦，啊有通啊食啦吼，啊有当生存啦吼。啊，若即马较新的理论讲啥？你会当看者吼，伊讲无影咧，咱即马要上网吼，爱 WiFi 吼，这是足重要的这个需求吼。啊，同底是啥物物件？就咱的目的里啊，吼，目的里是咱的基本需求嘛，吼。啊，这讲算笑呀，但是伊这有一个无毋对的观点，就是讲，为啥咱人同基本的毋是自我实践、受人尊重，才会精神价值？钱啊，就是咱的生理的需求，这物件。我最近咧看纽西兰毛利人吼，因的价值观吼，因咧讲伊的幼稚园吼，全部入去的幼稚园，伊的语言景观，爱去分析。伊安尼讲吼，有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分析是毋对的。伊讲迄应该是颠倒病的这金字塔。
自我实践，这是咱人活的目的，毋是生理的需求。母语要活吼，共款爱靠即款的价值观，毋是咧追求讲你有钱通趁，啊袂枵安尼啊。即马送来枵着，有啦，加减有着啦吼。但是规个社会咧追求啥物，就是决定伊的品质、伊的素质嘛。吼，啊，我想母语要生存吼，咱讲的迄个价值观，就是爱对这个自我实践啊，爱甲归属感、甲自尊吼，这认为讲这重要啊吼。咱家己保存咱的母语吼，啊，这拢需要好的教育啊，甲批判教学这物件。好，所以学校毋嘛讲伊爱甲家庭联合、甲社区结合，吼，伊疼惜嘛无够呢。伊重要是使用咱的母语，吼。好，所以我有一个主张讲吼，咱爱甲家庭、甲社区融入咱的学校的课程，吼。这个 Ada 吼，伊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赞的问题，吼。伊讲教师、行政人员、课程甲教材发展者爱反省以下的问题，这是足赞的问题哦。你会当听看卖，看你安怎想即件代志。伊讲吼，毋管我是毋是会晓学生的母语，我会安怎才会当确保每一个学生的母语会当发展做家庭互动的语言？这个问题暂时因为吼，我看到讲学校的母语教育敢会变做学校语言，但是伊爱甲家庭结合，才会当变做生活的语言。所以伊问这个问题，意思是讲，你做一个老师来讲，你要怎结合家庭甲学校的母语教育？学校要怎促进母语的家庭的世代传承？这是重点哦。所以我讲这是足赞的问题哦。我相信每一个学校的老师，伊若安尼去想过，人甲讲伊是母语的杀手，伊就会当讲我毋是，因为我有做到确保我的学生伊的母语伫学校受到尊重、教学、传承，而且佫会当甲家庭结合。第二个是讲，伊问这个问题啦吼，我们要做到重视家长的生活经验、知识，甲起造知识的能力。这嘛是一个非常赞的想法。伊的基本想法就是讲，咱的家庭、社区，拢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基金。哦，重要的知识基金，就是咱的课程会当利用、使用的语言文化资产。哦，所以伊阁问一个问题：我要怎促进学生甲家长之间的家庭母语沟通？过一摆吼，老师若安尼去想过即个问题，伊就毋是母语杀手。过来，伊问讲，我会当安怎运用书面语来当作疼惜甲颂扬家长的方法？这嘛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有寡戆人阁咧考虑讲爱书面语无。我讲因讲是因为足清楚的，你的母语若伫教育、伫政府机关无地位，你的母语就是无价值，就会互看袂起。你无当做一个教育语言，无发展书面语，你要当做一个官方的语言，要当做一个你会当为遐得到利益、得到升等、得到工课的语言。所以这个语言发展吼，其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做一个教育的价值来讲，重视读写，这是真正确的方向。伊安尼问嘛是非常的赞。哦，所以我感觉我今仔要讲的学校的部分吼，
你甲遮吼问一下吼，啊你若用用啊去校甲老师问一下，讲恁校是安怎用书面语来疼惜阮囡仔的母语，来疼惜我的母语，来互我得到应该有的尊严甲自尊。同尾迄个问题讲，我要安怎鼓励家长吼，甲学生正做追求自我解放的主体？这个问题真抽象。你若看咱较大即个图，这个追求生理上的满足，有饭通食，伊就欢喜。认为讲人世间的价值就是遮尔。迄甲咱较大讲，迄食甲肥肥，后落肥食甲肥肥肥足足的迄共款嘛。哦，即个问题咧问的吼，自我解放的主体，就是甲自我实现、甲爱、归属、自尊、自信这物件，当做是咱人生要追求的目标，毋是食饱就煞迄款人。哦，所以即张投影片，我感觉真有价值。哦，我迄阵啊看伊问这个问题，我感觉真佩服，因为我感觉讲，咱若市底教育之下吼，伊袂去问这个问题，伊敢有法度培养母语杀手，伊敢有培养讲中国文学考啊真赞的学生，但是本土语言、本土文化毋捌袂晓，这就是咱需要去批判思考的一寡重要的问题。好，所以我看到讲点知识的这母语教育其实是比无较好安尼尔啦。哦，某一方面，伊是一款稳重式的母语歧视、语言歧视，伊的资源也是放伫个强势语言。哦，所以咱要追求的就是母语浸水式的教育。这个检讨我较早有讲过，点知识的教育吼，这就甲人讲你跋落水，人摕一个树讲，互你讲，看这个树讲会当互你浮开无？我看迄真困难。哦，这结合家庭甲学校的母语教育，咱较早小可讲过。咱较早嘛一直咧讲母语意识，但是母语意识就是双语意识。学母语就是变双语，学华语就变单语。哦，这是台湾的事实啦。你看加拿大囡仔华语，伊头可能会晓母语。你若教伊母语，伊绝对会晓华语。所以会变双语。所以咱伫学校咧追求的毋若是一个学科啦，毋是一礼拜一节课啦，是要当做一个教学的语言，用来教册。这个好处就拢来培养囡仔的这个母语的能力。各级的学校拢爱有这个母语当做教学语言。所以讲倒转来，我讲任何宣称讲伊是一个本土政党、有责任、有才调的政党，伊对咱母语安怎暗算，你会当看卖。2030年有几趴的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用咱的母语，用咱台湾的各种语言咧做教学语言。负责的政党拢会讲，我差几档要做到几趴啦。威尔斯伊讲2050年，伊要互因讲威尔斯母语的人变做100万啦。伊设定的毋是讲英语呢，伊设定的是伊的母语呢。无人甲外语当做国家的目标，要当做官方语言。2030年，我讲迄个年代，若达到吼，你起来，迄工你若讲英语吼，安尼就成功啊啦。但迄阵你爱想讲，你的母语倒位啊？即件代志会当放伫心内。好，这个点知识的教学，这较早有讲过啦。为2001年到呾，就安尼一点一滴滴嘛滴真久啊。
只是毋知有对出啥物款的语言能力有啥物款的读写能力无？你问遮个受母语教育的人，问讲咱台语有文字无？伊可能佫甲你讲改成无呢。好，我即马纽西兰的我可能简单讲过啦但我要讲的是，敢有需要即个官方地位语言法，咱才会当去救母语，其实毋免的你若看纽西兰1970年甲23.3%的毛利人会晓讲毛利语，5岁囡仔无甲1%会晓讲当然父母无咧传承母语但伊伫1981年因就讲咱来做一个母语幼稚园叫语言修啦1982年第一间是咧有4间啦1988年有520间，尾捌几万毛利人就是有几万个囡仔伫咧母语幼稚园几啊百间啦这个数字你会当问咱咧管教育的教育部到呾咱台语的无全台语的幼稚园有几间啦？你就知影讲所谓的重视本土的政党是安怎看待咱的母语？好当然伊这复兴其实有伊的族群的文化咧支持啦对因对家庭的重视啦教囡仔就是阿公阿嬷来教伫咧幼稚园遐伊就拢用迄个毛利语来教，一工4点钟到8点钟教囡仔讲故事佚佗安尼伊这效果袂歹啦伫幼稚园3-4档了就拢会晓讲即马每一档拢有2-3千个因阵袂晓讲母语即马会晓讲美好有即个幼稚园当然过来就是一个母语国小就会出现嘛。我顶面去纽西兰去奥克兰的大学看因的图书馆，一楼拢是毛利语的资料，我去遐看看因遐50万人尔，但是伊的语言的资料比咱台语较济。伊遮50万人伊的国小、国中，国中我无甲伊确认啦我迄阵看咱国小的即个教科书是用毛利语写的可能是翻译的但是因有用毛利语做教学语言咱台湾即马佫做罕见有开始咧做某部分好。所以伊即款母语的世代传承靠的就是你本来一个会晓讲的家庭需要佫串联起来就是爱互伊变做讲一代传一代安尼所有的语言复兴其实就是做到一点，就是做到新一代的囡仔出世。伊就是用咱的母语做第一语言所有语言活力的定义嘛是遮好我即马佫用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来讲另外一款咩伫课程上使用双语的策略去进行讲甲咱的母语放伫课程当中这办法等下可能加减有人会反对啦但是我讲袂要紧，只要有去试会比无较好啦简单讲我讲要挽救母语就是爱改变咱的教育方式其实我头已经讲了一个讲一点一滴无够，所以爱浸水式的爱全母语这是理想。现实上你要等甲这个时间到全面的
鼓励全面的使用，真恶。但是你若做一个老师吼，你若做一个家长吼，伫你的家庭，伫你的课堂上，你有法度控制，你就会当甲你的母语引带入你迄个课堂内底，吼。这就是我讲的讲吼，袂当独尊华语。你爱想办法甲你的母语藏入，要把母语藏入去，一个方法就是看语言的实践。看语言的实践，我顶前捌讲过吼，其实伊就是德高斗菜刀啦，吼。我用一个例来说明吼。我上双语教育吼，我甲学生讲吼，恁报告吼，会当用华语以外的语言来讲，袂当用华语。但是你的简报吼，用华语，大家看有，吼。所以最近我看，我有学生报告有一篇我用台语写的，我发觉因真趣味吼，因就先甲我台语写的翻做华语，做简报。若看迄华语的简报，搁读做台语，吼。这就是跨语言实践的一种状况。另外，因咧报告的时阵吼，我就讲吼，恁敢讲倒讲了无好袂要紧，难咧讲嘛袂要紧，讲袂出来的时阵换华语嘛袂要紧，吼。就是无要求伊纯粹完美的台语报告，还是讲华语以外语言的报告，吼。即个南话讲 call missing call switching 换话讲吼，甲翻译吼，拢是看语言实践内底的双语的策略吼，就是讲语言甲语言的界线吼，咱会甲拍破。安尼讲的目的是讲吼，因为咱的教训拢是华语为主嘛，吼，所以咱甲伊难，咱就趁着啊，吼。咱也无法度甲引导讲拢是咱的语言，咱同做甲伊难嘛，吼。咱甲难几句嘛，算趁着啦，吼。虽然足卑微的啦吼，但是伫全面的改变还未来进前吼，你着德高斗菜刀猛甲拉啦，吼。这个实践其实这个理论吼，你若双语教育来讲，这是世界同心同流行的一个观点吼。认为语言就要分别独立，互相无尴尬，迄是较过去的讲法。吼，即马咱是较有迄个 Facebook 吼，较有弹性吼，会当安尼换来换去。吼，像我较早讲，我学生咧报告的时阵，台语翻做华语，华语用台语来念。吼，这拢是一款跨语言的实践。看一款吼，用华语书面语讲一款，用台语来讲，这是一款跨语言的实践。换话讲 ，call switching； 南话讲 ，call missing。这换话讲甲南话讲是张如峰教授的翻译啦吼。我大概甲安尼讲，阮学生拢听有。我讲吼，这就是台语的好处吼。好，这三明治教学法其实意思是讲吼，咱全台语来讲，有人学生听无，所以你要互伊理解，就是一句台语，一句华语，搁来用台语搁强调一摆，这是较简单的讲法啦吼。这详细我嘛有写文章吼，有闲大家当看吼。我伫迄个，我有一个 link 吼，甲我今仔报告的成希必来语的即个复兴的历史吼，甲即篇文章是迄个语言复振、母语优先的即个语言复振的台湾语言教育政策吼。我有写一篇文章吼，我讲吼，讲较大概啦吼。你若要详细看，你会当看迄个 link 吼，去甲download吼，会当去看较详细的即个文章吼。好，我较拄其实下达遐有问一个讲吼，你爱思考一点，你要甲学生的母语放入你的教室内底吼，就算你袂晓伊的语言，吼。
我去观察即个原住民的母语幼稚园吼，有一个老师甲我讲吼，伊就是哪学哪教，哪使用学生的母语来做教学。伊咧准备伊的时阵，先用华语甲伊要上课的内容拢写落来，然后请人甲斗翻译做原住民语，然后由我甲背起来，然后去上课的时阵，当然毋是背起来念出来，吼，伊算真有经验吼。伊即内底重要的策略就是爱讲甲互学生会当听捌听有安尼啦，吼。所以伊有用双语的方式，吼，互因练习，互因变做听有，我都知影讲伊个原住民语是安怎讲，吼。好，所以浸水式的教育吼，即伊先讲族语，一句一句翻吼，华语族语，华语族语，即当然有诶册无安尼主张啦吼，但是你只要定定讲，一直讲，伫咧情境之下，透过情境，互伊了解，吼，安尼慢慢伊嘛听有看有，吼，所以这就是伊用诶方法，吼。因为原住民诶绘本无济啦，吼，所以因就用华语诶绘本，华语诶书面语用族语来读，这就是我较早讲诶，看一项讲一项。我毋是讲这赞啦吼，我是讲这吼，就是你找无母语诶绘本诶时阵，你会当用诶策略，吼。伊就老师念绘本互学生听，第一工先用华语念，第二工一句华语一句族语，第三工全族语，吼。第四、第五工互学生用族语来回答故事中诶名甲内容，吼。这是一款双语的策略，吼。好，这大学用即个母语做教学语言，吼，为虾米要做安怎做，吼？即我之前我有讲过啦，吼，所以我就简单来讲者就好啊，吼。为虾米大学其实任何机关拢需要问这个问题啦？为啥需要用台语来教册即件代志？我一直咧讲，咱有爱一个批判意识吼。迄批判意识就是爱问问题。问我为啥物咱敢若用华语教册，敢无别个语言？吼。我爱问讲，咱的母语伫大学课堂，敢有任何的地位即件代志？我想特别是台湾文学系、台湾语言学系，其实拢需要问这个问题。吼。你着讲是台湾文学台湾语文吼，但是母语伫咱的课堂吼，有啥物地位，有啥物功能，吼。好，我会讲用母语、用华语以外的语言来做报告，安尼有啥目的？安尼甲禁止国民党过去咧禁止咱讲母语有无共无？有足大诶无共。咱是要保护咱要流失诶母语，互伊有使用、学习、传承诶空间。所以咱去甲禁止，去甲控制，袂互伊生炭甲咱所有诶语言诶花园拢霸占了了。吼，所以我讲一定爱有一寡语言管理诶策略，袂当自由放任。吼，这内底有一个人安尼讲，伊讲你无用母语进行教育，吼，台湾语言一定衰袂，吼，一定会落衰啊，吼。咱母语需要知识化，爱读写，爱教育，爱做官方语言，安尼伊伫较多适应咱这现代的社会，吼。好，要用这个台语伫咱的课堂中，吼。我为成功大学外文系这蔡美辉教授也学一部吼，叫做用无练转的语言做报告。咱一直咧强调竞争完美、赞，结果咱拢毋敢开喙。咱英语学习就是安尼嘛。
吼，咱母语学习吼是要互学生得到快乐的，是爱加甲伊鼓励的，毋是只教毋讲你讲无练，等于莫讲好，吼，要鼓励伊讲，嘿，我讲吼讲毋对吼，比无讲较好啦，定定讲就会愈讲愈好，愈顺。即嘛是我家己亲身的教育的过程吼，就是我读大学的外文系，我咧修一门课吼，阮老师3节课内底，其中有1节课拢会用台语来教。其实伊教过会叫阮讲啊，其实我迄阵讲无啥会出喙，嘛讲了无介顺，吼，咱会慢慢会重视咱的母语嘛，慢慢讲愈讲就愈顺嘛，吼，所以我想就牵涉到咱老师安怎去鼓励、提升学生的意愿，开创机会互伊去讲，爱定定讲，伊就会发展伊的语言的能力，吼，所以咱咧用即套内底，咱共款是用 COD 去讲，吼，所以我要求学生用华语以外语言来做报告啦，吼，老师咧教学的时阵是台语、华语难咧讲啦，吼，无顺啦，嘛无介水啦，吼，但是我讲就伫即个状况之下，有比无较好啦，吼。好，这三明治教学法就是讲台语若过来讲英语、华语过来讲台语，吼，像讲换话讲，就是以码转换，吼，就是换话讲，换话讲就是 code switching， 吼，就是换话讲，吼，就先讲台语，过来讲华语，再来搁讲台语。这个方法你嘛会当甲当做课堂上组织的方式。就是你的课程若是分做3部分，第一部分你咧做预告吼，你要讲今仔要讲啥吼，你先用华语讲，因听较有。然后你详细说明的时阵，你用台语来讲。结论搁讲第3摆的时阵，你搁用华语讲一摆，吼，这就是一款的应用。这应用其实是香港吼，因咧英语教吼，伊请国外几个双语专家吼来编一个免换话讲、南话讲来教英语。伊讲英语做教学语言吼，伊袂当跟讲话放袂记。讲话就伫遐，你要利用伊来增加因的理解、沟通，安尼就浪费资源。这就是我讲跨语言实践。结果倒菜刀，甲会拉，好，这翻译的方法，这当然嘛是一个双语的测用嘛，就2种语言较有可能翻译嘛，好，我的结论甲建议真简单，台湾语言无快乐，需要复振，互咱的母语得到快乐，这 COD 咱今仔讲几啊摆。对提升母语的能力、机会甲意愿。这套吼，你学英语、学台语、学啥物语拢嘛会用至，过来就讲，咱要复兴吼，有几个阶段。你先爱做意识开发，培养伊的母语意识、批判意识。过来你爱教学，就是咱 COD 的 C， 提升能力、培养能力，伫教学。这校的教育，你搁爱转去甲家庭、甲社区，开创遮的机会，遮家庭、社区、学校的语言使用的机会。然后同尾你爱转去厝，达成母语的家庭世代传承，好，所以咱同尾讲的迄个跨语言实践，就是德国到菜刀的抵抗精神。台湾语言无抵抗，无法度生存，所以咱爱治水啦，咱嘛要做雁鱼啊，爱对水流，流甲拢走去华语遐去，所以爱抵抗，爱抵抗才有法度生存，就是咱台语咧讲的
无路证未修成吼。啊，这最后就是咱这杨振如校长吼，伊写一个台湾母语拢是宝吼，我感觉这写了真赞吼。就是讲台湾母语爱做咱台湾语言教育，台湾语言政策的同重要的考虑。那无用这做主吼，遐个政策吼，我拢会怀疑。这内底伊就安尼讲吼，伊讲原住客家甲河洛吼，台湾母语拢是宝，咱的责任诚清楚，急少母语着紧做，听少母语趁一时，错力着靠我甲你，研究整理接讲起，坚定骹步免怀疑，吼。你看正手边迄个图吼，嘛算是别党吼，是阿美族的语言啦，就是做伙拍拼，强下做伙复兴母语吼。这台湾的语言的这生命共同体吼，伊需要有较好的语言教育的支持，国家语言的政策的支持。但是目前来看，原住民客家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但是河洛话台语阁看袂到。甲即个我较早一直咧讲的即双语国家政策，一个错误政策嘛是伫遮吼。咱较早有讲到毛利语吼，毛利语你知影伊啥物时阵变做官方语言无？伊的人口50万。迄阵因的人口500万，伊是占10%啦。哦，伊伫1987年变做纽西兰官方唯一的官方语言哦。尾也有搁增加手语甲英语的款吼，但是伊的母语吼，1987年是官方语言。讲台语的台湾人占台湾76.9%。全台湾86%以上的人口会晓讲台语，这个语言是国家语言，但是无伫咧双语国家内底。这个语言嘛毋是官方语言，虽然伊人口遐济，所以安尼讲法，咱会当拍拼的空间阁非常的大。这嘛是讲，咱爱怨叹的所在吼，就是讲咱定定咧做一件代，就是狗吠火车啦吼。但是咱会安尼做，是因为咱无想要变做狗啦，吼，要互当做人来看，所以咱会继续吠啦，吼。我要讲的吼，大概就是安尼啦，吼，就是要语言复兴吼，这台湾语言教育毋若是学校的教育，是家庭的教育，是社区的教育，是学校的教育。我就是讲这三种，拢需要培养 COD。爱培养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甲提升语言意愿。好，我拄好，我拄讲到45分，本来是半点钟，讲到3点半就要结束，继续讲一个伤久。好，安尼咱会当开放讨论啦，吼。是，敢有人要自由发问的，家己先开麦克讲话，紧来趁即个机会。有无？何田，你有要问问题咧？问题无？喂，嘿，何田你好。那迄个，啥物讲？来我，迄个有人要讲无？来，若无人要讲，来，你讲啥物人来？拄啊，你敢是叫我？嘿，对，何田，你有要问我无？其实我会当问，若是上课的时阵，英语、台语拢用，都是用两种语言教册，敢有开授权时间？因为即摆我伫咧上课，我是上现代的课是
有用英语甲台语两种语言嘛有用，但是我感觉都是1点钟的课都需要开2点钟来上。我是无问题啊，我是感觉有可能有人有感觉哦，我爱当你足久讲即款即种语言，然后我敢若是听另外一种语言。这确实是一个会当去想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咱的语言使用有当仔是互补的，就是讲吼，有诶用英语，有诶用台语啦，吼，这是一款。我会记得，我连刚寄一个香港吼，伊迄阵捌请 Cummins 甲一寡人吼，双语的专家吼，写一个讲，咩用 call missing、call switching 的方式来教学，我寄互你参考啦，吼。这个部分我改成，我伫一篇文章内底我有讲到啦，吼，主要是讲其实保存母语啊，使用母语，使用双语吼，伊有当时啊，毋是两个拢平大啦，吼，有当时啊，就是讲伊当做像讲原住民语，伊袂少是甲当做这课堂上的语言，就是课程管理的语言。伊是用伫咧接用的这课程的管理吼，用咱即马来食饭啦吼，学生坐好啦，啥物摕出来吼，当然伫大学内底吼，我想我毋知影你的课本是英语啊中文。两种拢有，我有中文课，嘛有英语课。安尼，我想但是我上课是是台语课，因为有外国学生，所以假是有用英语甲台语拢有用。你是教台语是哦？唔，我是讲我去读册，毋是讲我去教。你去教。伊先来读册。好。因为老师是用台语讲一遍，然后是用英语讲一遍。我伫咧上，若是外国学生敢有伫咧感觉我爱当你台语讲了则听英语，感觉都是3点钟都是加摸上，因为你爱开2倍的时间，用2种语言来讲。伊这看起来目的是的问题是吼，是伊这门课是用语言发展为主，还是内容为主啦？所以我想，就是需要调查学生甲老师的语言的能力去做一个妥协啦，还是讲协调啦。我想一个是安尼去看去敲出一个大家当接受的方式。无其实你每一个人有伊讲的自由啦，选择语言的自由。但是听有嘛是现实啦。所以我有咧讲一个重点讲吼，你全母语不要紧，但是学生爱听有。所以我敢若讲迄个，我迄个原住民迄个观察的迄个人吼，伊虽然吼较悲开，但是伊用学生有法度听了解的方式去讲即件代志。我有看过另外一个老师吼，用原住民语讲迄个故事，拢讲原住民语哦。我看下骹的学生无啥反应，我就知影因其实拢听无。你知影意思无？所以伫迄个你讲即个某一种语言的自由中间吼，甲学生听有听无，即个中间有一个平衡啊。有一个平衡看讲爱安怎较好势。你要重视的是语言的话，当然我讲开时间袂要紧啊，因为你听有啊。这是我的想法啦，但是我想这拄着拢爱去处理啦。包括学生嘛会反对的我最近有甲这个王顺仁老师咧讲伊用台语教历史，因为内底有6-7个这部落族的迄个学生咧因可能听无
所以要来协调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啦。同少你要互学生知影你为什么安尼做，甲讲你要安怎做，要安怎做的部分，迄是真正两边拢爱讲好啦。因为伊确实有迄个了解的权利啦。我会讲你若做老师学生来讲伊拢听无，你要安怎？你爱想办法互伊了解嘛。那你敢有经验？学生讲我都是爱听华语，用华语报告，但是你无互我用台语报告，我甲你斗算。敢有这样经验？你讲我的学生爱用伊讲伊台语听无，所以我爱讲华语安尼。还是讲我都是袂晓讲台语。我坚持用华语，因为你的课我用应该是伫网络顶头是写用华语教，一般。学生有可能讲我来受你的课，你都写用华语教，是安那我来到遮你讲的我用华语用台语或是其他台湾的语言来报告，咁有即个。迄是一开始就拢有讲啦我有讲我要叫恁做口头报告的时阵，你要用台语。不，华语以外语言。所以有人用客语，有人用台湾族语，有人用英语，有人用日语。通常因会经啥你知道？因会经台语。所以我感觉要推广台语一个方式最简单的，就是讲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讲，恁拢爱双语。你双语其实对因来讲，甲两个选择啊，英语甲伊晓讲的母语嘛。我想大部分的人也是无迄个能力用英语去教，所以因就会选台语。迄个丁邦遐，丁邦老师。嗨，大家好。你好。迄个我有一个。迄种问题来讨论一下啦就是伫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伊有规定爱设立一个迄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嘛迄阵迄个郑丽君部长的时代对，拄开始咧，伫迄个立法院咧，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咧商讨的当中有迄个来有派一个任务，本地要台湾文学馆我就伫遐服务嘛所以我知影这代志。就是讲本地要甲即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看是毋是会当放伫台湾文学馆。即个台湾文学馆是4级的机关，毋过对明仔载开始已经升3级。迄阵要升3级其实是即个民进党政府已经有即个共识，挂咱即个迄个原来伫台南的即个迄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阮同齐升3级。迄个升3级内底有一个工作，就是要甲即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放伫文学馆内底。我迄阵就迄个真积极，我想要迄个促成即项代志。我就有甲咱即个台文界的一寡迄个先辈逐个譬如讲迄个笔会还是台乐会咧开会时阵，我有提出来一寡互大家参考毋过大家拢感觉讲即个迄个设伫国家文学馆迄个位阶上低好，位阶上低，即马到尾我即马所理解的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迄个敢若迄个有想文化部迄边遐想要甲伊用做行政法人你还阁毋知影伫倒搭啦，就是阁伫遐蹦蹦哒哒的啦咱拄则为迄个学检老师也是讲一寡迄个咱最近看到一寡迄个消息咱拢知影即个迄个10岁，头伫咧10岁仔囡仔对即个迄个台语的使用也是伊的能力已经有够低已经落到伫咧10%内底即互咱真正会感觉足惊吓
所以我感觉讲吼，咱爱先做一项工作，就是讲，咱袂当等甲迄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设立吼，再来，就是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其实有一项足重要的任务，是安怎我迄阵爱足积极想要去创这个代志，就是伊爱迄个去全台湾收集各族语，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各族语，迄个做一个语料库，做语料库。这个做语料库当然就会牵涉到迄个。你的迄个一寡文化传承吼，语言的传承，你文化要传承嘛，是在语言嘛，所以最重要就是语言本身吼。这个语料库即马就是讲，我感觉讲即马最重要就是爱成立这个语料库，因为咱即马的科技真进步，迄能讲咱今仔日会当伫即个迄个空中再上会空中上会，咱会当用伫即个网络世界，咱会当伫遮大家互相迄个探讨遮个问题吼，会当用录音录影方式来甲遮迄个。台湾的这个、这个本土语言的这个语料库该成立吼，当然就是讲，其实这是一个足大的工程。我迄阵啊是，迄阵啊其实是有想要伫这个迄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来做这个工作吼，就是咱无这个机会嘛吼，所以我感觉讲民间应该会当来做这个代志，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伫家己做。所在咧做工课吼，会当尽量用即个迄个一寡迄个啥物录音录影的资料吼，较等网络顶悬吼。比如讲，因为我头拄啊，咱学检老师有讲者，讲这以色列伊安那来进行即个迄个语言的复振，经过迄个2000将近2000档嘛吼，这是一条足艰苦的路咯吼。咱嘛无希望讲台语有一天是行一边安尼吼。所以咧，我感觉讲，即个民间，若是讲咱民间要来做这个医疗时阵吼，会使用什么种的方法吼？大家当来迄个三甲迄个研究安尼啦吼，这是我提出来问题啦吼。好，多谢。好，我感觉你讲的这医疗库吼，即马有一款收集资料方法叫做众包吼，靠手信的款，我无啥清楚比如来讲吼，这个可能吼，这苏格兰的大学吼，伊就做一个语言景观的迄种资料库。迄个软体你甲下载来了吼，你翕的时阵，伊会甲你的地点嘛藏起来。所以伊相片团队迄个伊嘛知你倒位翕遮物件。我想你较多讲迄个。资料库、语料库的建立，这是真好啦吼。我想这嘛是民间会当做，但倒转来，较仔讲迄个中心的问题吼。我讲吼，做一个计划吼，唔免法令，嘛唔免啥物中心，伊只要计划预算拨出去，就有人去做。像这个。华语吼，伊之前有一个8年的计划，毋知几亿，我袂记哩吼。我嘛无看伊有啥物法律呢？咱国家语言法，咱有法律，咱都嘛是也无啥咧看伊咧做啥吼。但是我想你讲的迄个记录的部分是重要啦，吼。另外就是免啦，甲这个记录吼变做教材，是讲变做会感动人的所在啦。我感觉像讲你表演乐琴吼，唱歌这部分吼，甲历史做结合这部分，其实是真好的方式。还是佫有一位Johnson 来，Johnson 了较换和庭 ，Johnson 换你。来，迄个吼，迄个老师吼。你也无互阮看一下好无？你的荧幕，互阮看一下你是啥？你毋捌我即个互看者是安怎？係啦，慢時間超過啊！即嘛迄個，因迄個咱迄個學檢教授吼，你講的即個即一寡語言即個教學即個方式吼，其實我嘛真認同就即幾檔吼，我加減咧做吼，當然因為我無講做甲誠濟，所以講效果安怎吼，毋知所以
就讲可大家有兴趣做做看卖吼。你比如讲，我上社区咧教，我就是去鼓吹即个家庭内底莫讲华语。因为家庭内底若讲华语咧，咱所有母语拢开始了。等到转来咧，华语若莫讲，可能家庭有几种话拢救会转来。这事实我有一个例啦吼。当然我即马无要讲是啥物人啦，毋过大家应该想有啦。因阿嬷是讲客语的，因爸爸是讲台语的，因这爸爸讲越南语的，应该大家想有啦。事实第4回，即马国小啦。国小的即马迄个我伫即个国中呢，我就甲因说讲学课，莫讲华语，当然我是用即个英语包装啦，因为我讲咱即个学英语咧，你变做即个教育语言，敢若一上课，敢若上课伫上无还无够，恁爱下课爱逐个人训练讲吼。恁若华语无讲呢，恁就拢讲英语吼。当然啦，即个台语吼，你若英语袂晓讲，你嘛是会当讲台语啊。因为华语是袂当替咱加分，但是你讲台语也好，讲英语，你拢应该会加分的物件嘛，即2点我会感觉讲，应该是会当符合即个学兼教授的想法啦吼。个另外是即个国小咧吼，我即个5年，我就教因翻译，就是讲摕因的华语课本来，咱来甲念看卖呢，台语安怎念？用华语课本来教台语，念看卖呢，交代因的作业，爱内底来写华语，甲翻译做台语。6年呢，我就鼓励因写作。安尼咱换迄个。当有一篇迄个台语的作品，当然也无这我都培养过咧，开始有一摆啊，开始咧写华语啊，写台语啊，这小学我先讲到这。好，多谢。那校长，我换你问紧咧，即摆佫换你。无听着声。大声。其實我是想要問，因為你敢有感覺伊個用上機教學，應該是講上機國家一個政策，敢有可能是一個脫限的機會？因為我經驗就是講，若是我佇學校教冊是華語的課，我無可能放棄華語。若是我是用英語教冊，應該是講，若是我用華語教冊，我會當加台語入去。但是，雖然我是加台語入去，華語我嘛無可能放棄，因為迄門課是用華語教。但是，若是英語教冊的課，我會當放棄華語加台語入去。迄個時陣都是即個無華語的世界。就是一個分享，看你有啥物看法？我想吼，多種語言學習是攏袂歹啦，但是迄個政策吼有伊一寡效果啦。伊迄個效果吼，就是造成台灣人把英語、華語當作是上重要的部分啦。所以你只要保存母語的狀況之下吼。會當互母語得到相當的尊重甲使用的時陣吼，我感覺啥物語言攏會使，但是伊是毋是我都較脫限吼，即個文化的部分吼，迄我毋知影，因為你即個民族的文化、民族的語言，你無法度建立的時陣吼，你要脫去倒位啊？你要脫限入英上。我意思是講，是迄個主體也是咱為主，你講因為雙語國家，咱會變做脫離漢文化好啊，安尼講好啊，脫離了要走喺對，要換英語還是安怎？所以我咧想講吼，即華語霸權吼，華語文化
这是歹的，迄是绝对啦。迄个原因是伊霸占咱台湾的，你看公务系统、公务人员的考试，甲教育，这是我反对伊的最大的原因。伊的文化好歹吼，我无要判断啦吼。我只是讲伊霸占这个物件，我感觉这是无公平的代志。为什么台湾人的教育用中国文化咧考试？中国文化迄考迄古早时代的物件，对伊做一个现代公务人员敢有帮助？伊的重点是一只，伊若换做英语，我嘛是反对。为什么？因为迄毋是咱的文化，迄嘛毋是咱的语言啊。所以迄重点，伊脱限无脱限，对我来讲，毋是真大的即个考虑。我的重点一直拢是讲，国民党吞大用华语要吞大咱台湾人的语言文化，民进党伊有可能是用英语来吞大，继续互咱的母语的地位弱化、功能弱化。但是伊若做到讲提升台湾语言的地位甲功能，伊要追求英语、追求啥物语，我拢无意见。因做的歹代志，就是拢共款，无甲咱当做一回事。即个70几%的人根本无互伊啥物款的压力，所以会当安尼做，伊敢讲。你其实会当去看韩国的例啦吼，韩国的例真清楚，伊迄个某一个大学100%的英语，包括要挂华语课嘛，要用英语去教，吼。结果因迄个国家变做自杀共和国啊！你看因开英语的资金是占因教育资源的30%还是40%，我怎啊袂记啊？你会当看迄个所谓的英语的吼，安那烧甲头壳戆去。我讲咱台湾人吼，较要义的还是咱的母语啦。啊，像咧母语保存之下，受尊重之下，得到伊应该有的功能甲地位之下。要英语、要华语、要啥物语吼，我拢无意见，在人选择。但是国家袂当用伊的政策的手段去买票。伊感觉伊用英语来买票较紧啊，伊用台语无效啊。我讲较歹听就是安尼啊。所以伊是咧推崇一款价值观，伊咧普及华语、中国话甲英语的同时。母语就是互看无，我毋知影伊要安怎做到讲母语伊互看有，我就讲你用你的预算来表现你的诚意，你的100亿来互我啦，毋是互我，互咱的语言吼，伊互我嘛开袂了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国家当做一个语言功能甲资源的主要的分配者，伊分配着互咱的语言。是无够去啊！迄是一款侮辱。伊互英语的地位，伊互中国话的地位，拢是无应该的。我讲，你若是一个台湾做主体，你袂安尼对待咱的语言，你袂讲，互你的母语吼，伫国家考试内底无法度去得到任何的利益。所以台湾文学系学生去考，敢我都考。伊无读中国文学，遐个古文，伊免哪考？伊一定考输人个嘛。所以迄就是安尼，就是伊规个奖赏制度并无改变。我讲英语拖袂来吼，是搁培养一个去追求英语的人安尼啦。我想是安尼啦吼。老实讲，现代知识吼。中国话嘛无够吸收啦，但是要吸收这个外国语言、文化、科技遐相关的物件是专业人士咧做的，所以我的定位真简单啦。英语当做一个外语是一个专业的语言，有人需要用的去用啦。我感觉讲我的立场拢足简单，我讲母语优先，剩的第二安尼我拢袂要紧。伊的重点是伊无甲母语放伫眼内，我讲吼，你若放伫眼内，你毋免通过啥物法呢？你一个法律2003年甲2018年才过，你较有咧偌注重？
过了你推杀的速度，甲即个做法，甲我咧讲迄个中心，虽然我对中心我无啥物毋茫啦吼，我是感觉讲，你只要有迄个价，有要推杀，你钱赢落，表示你的尊重。哦，甲我讲咱民间来做这收集的工课，我讲实在，民间食饱用的人会当去做这工课，其实无济呢。你叫普通人，若要翕相是简单就翕一个尔，若要记录，搁爱学读写吼，迄是爱开时间开功夫呢。但是问题是台湾人，伊学伊的母语，伊伫咧教育，伫咧食头路，各方面伊得到啥物利益无？伊得到啥物保障无？资源伊就是爱甲伊保障，爱互伊利益，但是咱无。咱利益互啥物人？咱利益互读中国册、讲中国话的人，就是安尼啊。所以我讲要甲英语拉起来吼，伊有可能会当讲吼，我就是要台语甲母语啦。我讲你讲罔讲啊，因为政府是透过预算去做代志，伊无互咱预算，就是无生意啦。讲较简单就是。丁邦兄，来请你讲吼。喂，我回应一下啦吼。因为我拢伫即个迄个台湾文学馆吼，所以我对即种迄个甲台语有相关的议题，我会足敏感的吼。所以迄阵咧讲即个迄个语言中心的代志时阵，我的想法足简单的，就是咱迄个爱甲迄种迄个即个资源，甲伊迄个摕着手了后吼。才来做即个迄个遮语料库的代志吼。迄个单位因为当要设立尔，你会当家迄个规划较足大的单位，因为规个台湾的迄种各族群的语言要做的工作太济了吼，所以会当家规划足大的吼。凡是是有影是安尼，就是讲迄个可能是换人啊啦吼，我感觉是部长换人的关系啦。无应该若是照迄个较早迄个地部长的迄个想法吼，应该毋是安尼啦吼。因为迄个即马就换人啊吼，你嘛无法度甲伊讲迄个，那像讲有可能继续安尼。有可能就是像迄个学经咩讲安尼啦，因就是对这无重视啦吼。咱足久较有着一个迄个重视迄个咱本土文化的一个部长吼。可惜伊做无偌久吼，做敢若嘛是做4当就落任就离开啊嘛吼。我拄则咧讲迄个民间家己做即个收集的是安那想法，就是讲，因为咱普通时其实家己咧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咱拢会当甲伊弹起吼，弹起。毋过我毋知我要甲迄个物件放伫啥物所在，就是吼。其实是安尼啦，就是讲，迄是真。急不急啊？就是讲，咱已经无资源嘛，毋过咱也是会心肝会迄个会着急嘛。讲吼，这个物件，迄个后摆就特别集团啦。我讲较紧的啦，讲较白啦。即阵伫台湾咧念歌的人吼，起码剩一个杨秀卿老师啦吼，国宝级就剩伊尔啦。后壁落去的吼，用10支镜头算袂了啦吼。即个文化就是要失传去啊。即个失传去了，后壁就是歌去布袋，遮全部物件会愈来逐项拢直失传去。你看布袋即阵已经用英语、用华语咧搬布袋啊，迄真正是乌白出来嘛，对毋对吼？你根本你看袂落去啊，对啊。所以你会感觉讲，现在咱即个人活到即个时代时阵，变做咱家己的语言的创甲变安尼吼，真正是足感慨吼。是。即个新加坡吼，伊就用英语咧演布袋去啊。毋知有脱hạn无？我是毋知啦吼。我伫个差不多，这10几当前有啊啦吼。我就看迄种迄啥物棉花园吼，咧演歌伊内底就有英语啊啦。是吼。嘿啦。即种怪现象可能因造成了，逐个嘛拢戆伊啊，感觉敢若这是正常的安尼，这恐怖的，无怪老师你会烦恼。我甲你讲，迄个国家语言中心吼，可能真歹设的原因是吼，你甲想看觅，你若是客人还是原住民，
你敢会希望迄个中心设立？因为目前的状况就是客家甲原住民个别因有因的单位咧负责这个物件，所以这个所有的国家就是除非讲拢是真正拨互咱啦，若无你想讲我要做啥你有需要去甲因协调无？伊的规定有可能，我一个印象是写讲这阮的语言发展法若国家甲国家语言发展法冲突的时阵以阮的优先啦，所以你管袂着伊啦。这有一寡行政上的考虑啦，但是这是族群的一个问题啦。嘛是讲咱都虽然人济但是无路用的人嘛济啦。所以校外有一个笑话伊讲一只狮仔伊四界去找人问讲啥是百兽之王啊？伊拄着土啊讲，我当然是你啊！我问足侪人，问到尾啊，拄着一个枪迄枪听到伊用伊的片仔甲卷起来，围迄个山壁，甲迄只虎安尼弄山壁弄到戆去。迄只虎就讲你若毋知答案嘛免遐生气啦我想这台湾毋知这答案的人袂少啦毋知讲台湾人、河洛人这人数遮尔济无受尊重即件代志，所以伊变袂出来啊，因为你毋是强势啊。我讲你的势力无互承认，所以你迄绝对起袂开，绝对起袂开。因为其他的族群都讲我都有啊，我头有咧管这，我有我的国家语言、客家语言发展法、原住民语言发展法，我有我的中心。你用迄个你要来管我家己管家己比你甲我管较好啦。所以就我的看法，我是感觉讲迄本地就无啥可能。但是我的想法真简单，我讲你要我资源，要我预算毋免法律啦。你要做一个计划华语毋知8年几10页，我袂记哩啊。但是伊有啥物法律，伊毋免，伊就是互伊。所以我讲我讲较歹听，就是讲咱无受尊重，为预算看袂出迄个诚意，为迄个地位公认看袂出来。我就讲袂要紧啦，就是安尼。但是我就讲，你就莫甲我讲你本土政党，你就莫甲我讲你重视台湾语言文化，讲你骗笑的，就安尼尔。因为时间的关系总讲一句，其实老师拄则讲的咱即场演讲啦COD 这3字啦，咱若遮学会起来我感觉啦就是讲老师拄则讲的，咱人足济啦，就是无路用的人嘛介济。主要是因为我感觉是咱生活中的迄个心甲意愿扣无去，咱一直咧看别人，咱的认同毋是来自咱家己，咱是咧看别人的面色。别人的定位，咱袂因为讲咱会晓讲台语，感觉是正常，等到去用学了，你尻川尾溜煞翘起来，你感觉奇怪。你敢去学了一个讲英语的人讲，你英语讲得介好，无可能。毋过是因为咱迄个意愿无而已，咱嘛无愿意家己去制造一寡机会，甚至提升咱的能力。主要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即摆即个。认为伊是本土政权，伊只不过是搁用另外一支刀，要搁来甲咱开一届安尼尔。进前国民党是来打压，但是伊即个呢，伊甲你施压，甲你揪好悬，我有要甲你打压，但是我要甲你制造一个，互你混沌的即个施压，我会认为是安尼啦所以即场的演讲虽然时间有拖过啦毋过我足感谢老师，就是即个能力啦，即个意愿啦，甲即个机会，其实。就是爱民间来甲做起啦。我伫厝，咱家己先做啦。电帮老师讲的民间啦，咱家己先做。只有透过咱家己先去做，咱愿意去讲，甚至咱做迄种迄个影响的人，毋免着一定爱等甲政府互咱有迄个机会。老师讲15档，有几个15档行了等。所以足感谢学谦老师啦最后。老师，你要补充无？无啦，讲有够啊。
我会早嘛讲一场咧。我分享一个教学顶悬的小小的影响甲改变啊吼。啊，我无要甲学生讲吼，你爱讲全台语，我无要甲讲安尼啦吼。我讲，因为即摆学校的教室的设备拢改好啦吼，你若下晡时上课吼，伊拢会窗帘的扭起来，啊囡仔咧困中昼嘛，啊有吹冷气嘛，我就甲讲吼，卡电开开，卡电开开，伊听无卡电是啥？我讲，毋是我较教，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即个语言就是伫我的生活上。啊，因为咱一般人，咱无愿意去增进咱家己学习的过程。吼，咱生活上啊，捌地理啦，吼，啊你穿slip啊，咱好像穿衬拖，咱只要甲咱本身要做教学的即个人，你愿意，你的意愿意用第二种、第三种无共款的语言去甲刺激，莫甲咱两种的选择啦，莫甲咱华语甲台语的选择啦，跳过老师讲的多语言，你用日语啦，用英语啦，甚至去成大学越南语，我加减嘛用越南语和学生讲，所以咱若互学生有感觉讲，咱毋是干咱两种尔，咱会当建立迄个多语言，啊为家己做起，啊提升咱的意愿，啊制造迄个机会，啊互学生有能力，啊有迄个环境通学习安尼。啊感谢大家，咱有超过半点钟。25分。25分吼。安尼，其他敢阁有啥物问题？啊，若无就多谢老师呢。多谢各位。迄个边仔遮吼，我先甲大家讲一下边仔的讯息，遮就是早前我有铺迄个老师要互大家的连结，啊，你若有用，你会当甲 download 落来吼。老师今仔的 PPT 拢伫边仔遮，拢会当 download 落来。啊，定邦老师伫遮吼，我只算放送一下吼，后礼拜老师要唱歌互咱听。啊，原底是伫11月13，啊，因为拄着迄种迄个台语文认证，所以咱提早伫11月初6。啊，定邦老师嘛伫现场哦，老师，你要先 promote 一下无？啊，后个换你哦。我知。11月初6哦，啊来遮唱歌互大家听。欢迎大家来做伙斗热闹安尼啦。是。老师要用乐琴互弹互大家听。安尼今仔就到遮，好，再会，感谢大家。好，谢谢老师。多谢。谢谢，感谢。感谢。